向下一路航行。那个你，嘿，啊要讲嘛？一点点。一些些咧，客家歌会接触一句的。嘿。哎呀，奇怪，有气质让我变头了。你最近做嘛？头摆满口槟榔嘴啊你。三过六那从啊，心无开哟，莫放开心上。闹热到你台，闹热向下来。哎呀，各位乡亲朋友啊，今日海鲜的天20啦，吼。嘿，天一礼拜又係人山人海的時間到嚟哦。來自世界各地的安尼客家精英啊，全部來到安尼鬧熱到你台嘅節目。今日有精英創個本體嘅糖哦。海鮮挑戰賽比賽規則：答你先數各人創一首歌嘅，3隻難題以上就過關，黑幕就搶時淘汰。今天的評審先生有齊這位先生，羅國立先生，齊世飛先生，姚小琪先生。比賽之前，我哋講下評分嘅規則啦。今天有請到這位老師。先恭喜所有的精英，今日通過選秀會，今日踢階段的海線哈。我想因為係第一擺嘛上舞台，不過有啲人唔係哦，我看佢當有經驗來個當到擺嘅哈。有機會嘅啦，有機會嘅哈，差唔多有7位，咁啊冇啦。有機會不過我擺現今日一定要記得哈。譬如講今日嘅音準啦、節拍啦，還有感情表落去，千萬要記得莫忘詞。好嘛？平常時啲舞行用板練，你就把你的實力拿出來。我知道我龍太嘅建議下，去到舞台當背哈，你就創造一個自己可以控制的那個氛圍。譬如講，就想啲舞卡練習嘅時間用板練習，龍台下所有人當做蛤蟆。不是，懂不？就是當做是你很熟悉的人。哎呀，老師對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當做大家熟悉的話，加油，祝福大家順利過關哈。我們已經蛤蟆中毒了，這蛤蟆效應真的好大，是不是？真渲染力太強了。好啦，馬上進行今日比賽哈，也開始 TV 蛤蟆來自桃園遊梅1年裡帶來一公公。佢唔係蛤蟆啦。啊，不是蛤蟆。你按講按電影寫嗰啲蛤蟆對吧？一公公。好嚟，彈翻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年尾，東方已經歡迎來到鬧熱大擂台。從細嘅時間呢，我阿爸就會唱山歌俾我聽，呢下我太累，故所我想去挑戰我自家。希望大家幫我加油支持哦。受罪人，那個故事我已經。
你好，哎呀，你鼻啊，老太哥好，老太狗，老太哥冇咁樣啊，没关系啊，还不是唱山乜歌，準的喂，係啊唔，係，而咩唱老山歌，係啊，老啦，54年哎，哎呀，一佢從細看到大，希望真的哦，你細咩嚟比賽過咩？跟你演廣告呀？係啊，係啊，幾樣事度先。骨少嘅時節，特別安尼個賽制有聲音嘅廣告比賽，聲音廣告，誒，當久以前，記記得冇？係咪嘛？還記得冇有？啊，會記得好來，冇嚟兩機好冇？誒，沒有影嘅啦，這個是啊，沒有。咕咚咚咕咚咕咚咚咚，我影影咚愛跳舞用，啊冇跳舞愛女紅，嘿，啊唔係啦，嗰時間唔係按用影嘅。咁咩呢？這個現代版的比較好聽。哦，真嘅嗎？對對啊，對你要有對對。點對啊，你要哪一種？你要結合現代的音沒有，你要先跟樂。我們講，你要古典，還是你要爵士，還是你要搖滾？哎，老師來拉一點，拉一點哦比較有氛圍的。可憐的，狗被逼真欣賞，愛唔愛啦？冇睇冇氣，啊，變客家太醫耶！放一個狗位，哎呦，用愛上戲，好愛老公，鐵路卡啊，那種情形，哦，做人老公真係很帥。用包你講，我講出來不太家己。然後，哎，走對嘞，走對嘞，走。好了，不是，他自己邊拉還邊啜泣。好啦，好好玩哦。還有什麼版本嗎 OK，下次再來，下次先看你有沒有，你留一點東西，先看留到看你下次還有沒有機會再來。應該有啦，今天唱得還不錯啊，沒有什麼太問題啊，我對嗎？們聽看看比較嚴格的這位老師。好哎呦，唔敢，嘅因為你好哈，你好你家講起啊，就像那個細細我有啲天是看過佢哈，家講嘅時節，細嘅時節啦，看過佢。家人你哋講嘅爸爸咪是籌了位做評審呢，給爸爸，係啊，真的哦對很滿意，不對？是嗎？葉家修，葉家修，在法師嘅時候，哎，因為你爸爸都葉尊憲啊，葉真葉老師，葉老爸爸師也是葉老師，葉正賢老師，對，對葉俊賢老哦，師，葉俊賢，哦，葉錯錯錯點哦？哦，佢來當面20時開，差唔多2-30。 2-30。故所講，可能有遺傳到爸爸好會唱歌嘅上線吼，我知道人音色當清亮，可能因為有當到表演的經驗。故所講，你台當嘅時間，我覺得我很開心看到1號的參賽者去按刺眼的表現，不管佢唱歌也好啊，也係講佢企到舞台當嗰個魅力、舞台魅力，還有你那個唱作俱佳的感覺，其實蠻好的。為了嘛，該愛離開，就擺單純嘅世界，上癮痛癮。幾首歌曲我想一定懂熟，因為我有糖豆起承轉合的感覺。我覺得第一次的表現，啲哋在舞台當中其實算當好嘅。後邊的看你有蠻表現，加油！安子好誰？哦，安子些，好，安尼做來看有辦法過關冇哈？來，來，老師請亮燈。安子誰？恭喜！安子誰？好啊，安尼後尾爭嚟撩哈，後尾人同場嘅路哈，好好，加油安子誰加油，去做消息哈。我來殺下來來自呢，桃園中大顧家珍帶來童年腔哈。唐坤啊，大家好，我係顧家珍。雖然我是客家人，但我其實不太會說客家話。不過我平常有在作詞作曲，希望有一天可以把我的客語創作分享給大家。愛不是理由，
就感受到流洒的心，爱的眼中，但将一撒，爱的孤单将不离开，穷下困天涯，是并做功课。不管做嘛个，就会两hand hand，莫管多个世界，没有冲动，你会中枪有呀不一样，一梦永远永远疯狂，痛穷啊，爱情常常有幸福，不管遇到其他的困难。不管他你用的反对，就会痛穷下，穷下一路行。莫管多个世界没会冲动，你会中枪有呀不一样，一梦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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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疯狂。痛穷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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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穷下。哇哦！你好，你好，好棒，好棒！你好，对对对。大摆安尼节目哦，玫瑰吼，就会出现机味啊。你这要先拿下来吗？哦，他搞不好背着他比较有安全感。真的吗？对。又不是那个谁要背着东西。你还敢认吗？嘿啊，你还敢认？嘿，啊，要讲嘛？一点点。一些些咧。你讲会溜的，讲是的呢？会溜。讲会溜。嘿。哦。客家歌会接触一句的。嘿。哇，调雷。他问你说你弹吉他弹多久了？是哦，客家歌啦。弹多久？哦，你弹吉他多久？认真弹的话，应该是这半年。半年哦。认真，很认真。这个偏音，很认真。那不认真最近才长茧，之前没有长茧。对。哦。哇，那这样半年这样练一练，很纯熟的技巧嘞，很棒。没有，我其实弹的没有很好。哦，有很棒。我今天来就看你在那个走廊那边就面自弹自唱，哇，弹到浑然忘我，我走过去也不理我这样。我还想跟我今天怎么不理我？我没有看到你啊。因为他在很努力的长茧呐，他就是要讲这段。好了，来唱到郭丽老师。哎，郭丽老师。那个吉他老师，我们来一段。现在我不要你弹。好。我现在不要你弹，好。好。吉他老师帮你弹，你唱就好了。是理由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就感受到流洒的心，爱的眼中，但将迷撒，爱的孤单将不离开，穷下困天涯，是并做功课，不管做嘛个，就爱两hand hand。莫困到的世界，没有会冲动，你会中枪有那不一样，希望永远永远疯狂，痛穷啊！哇哦！这歌唱得好的人真的好迷人哦，对，是啊。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就是我们几位评审发现一件事情呢。其实你背着吉他上来，吉他对你是造成了一个负担的。你要把一部分的注意力
放在你弹吉他这件事情上面，所以你就没有把你唱歌的实力发挥出来了。那你刚才说你练习练了半年多，知道在吉他的伴奏这一块来讲，你还是个新手。那你回家可以继续练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建议你，你以后来唱歌，你就把你的伴奏音乐交给老师们。好，你的声音小非常好。康老师，谢谢。该是你的就是您的，好，逃不过的。是啊，谁叫你弹那么好？哦，没有啦，尽管交给我们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你是一个那个周伟老师说了，你是一个非常具有艺人特质的一个。你之前在哪里参加过比赛吗？我有参加过那个原创 HOT。原创。所以你自己会写歌喽，对不对？有在写。好，那下次是不是可以在节目里面听到你的歌曲？就是可能客家方面要多精进我的母语这样。那基本上。发音来讲，咬字来讲的话，你真的要找一个老师来教你你的歌词的部分哈。那我觉得你的音乐、你的声音很棒，对，真的很棒。虽然说他有一种喜感的外表，但是他的那个表现出来，你真的是唱歌真的吸引人家，能量很够，是一唱出来那个能量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慢慢再聊，好不好？他今天绝对过嘛，一定过，以后还有很多机会聊这个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接看一下，来。有没有过关？好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主持人，恭喜恭喜，真的好棒，看到这种很棒的音乐人，对，就很开心的，对，我看到你好开心哦。我现在我们一起来介绍下一位，就跟你差蛮多的。不是，我们现场有宝群来报名。对，我的意思说跟你的风格差很多，风格。那让你练习客家话的机会好不好？雷子，桃园幸福，罗思雄，已经要去冲青残梦水，水狗狗咯。各位乡亲，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世祥。6年了，我终于回来了，回到这个闹热的舞台。那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《情残梦碎》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为我加油鼓励，也希望在天上的阿嬷能够看到我的表演。能够为我加油。
哎，老太公好。我从来冇这含的呢吧？哦，安有感情。哎呀，好感动哦。我呀，可能创国种嘢欠伊多钱用啊？哈，面哦，揪到啊你哈。不行不行，特色嘛。不行，我听完唱歌，我必须要看家珍，我才能够平复一下情绪。天差地远。哎呀，这个按叫无来比的啊。哦，哎，转来就好好编，好好唱，好冇？来，唐先生就公平啊嘞，好嘞。师傅老师。好，世祥兄，你好。好，今比创业苏国的清传梦水啊。其实要苏国的节奏是华尔兹的节奏，我看得出，今比动用心的创业苏国的，就像甲海军讲的木质感的来唱歌的吼。其实唱歌的当有感情，技巧也很好。不过你放得太急的时候，让听歌的人、弹国的人还没有办法应付到你的情绪的时候，你就先把自己套进去了。情一场，梦一碎。我本来就建议吼，情已残啊，梦已碎，按你表现方式来讲，所以讲莫一直在落坑的状态之下，你应该保持一定的平行线。本意慢慢的推出来，慢慢推出来，推到副歌的地方以后，让人家讲感情不用太，安尼这样慢慢来去舒转来。你如果每次都不去改，一直在落坑，情绪马上就掉进去，这样的话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吃亏的。OK， 好，安志 C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看有拍卖高管嘛，来。来，老师请给灯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勇气哈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好久不见了。好久。乖。不，他很想我了，真的。可以了吗？他很想我，真的。我可以介入你们了吗？平平相搂没？哎呀，真性情。那刚他真的你看，现在又在哭哎。对呀，哎，家珍安慰他一下哈。就是让他看一下你的脸。好了哦，接下来就厉害了啊！怎么样厉害法？哎呦，这个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也之前有来过印尼的朋友，还有大陆的朋友。对啊，大陆的朋友啊，这一次，哎呦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对我们来讲蛮陌生的，很陌生哎，因为刚开放没多久，这个地方就刚民主没有多久哈。对呀，哈。那是什么地方呢？哎，他不知道是住在那边还是已经逃过来？不是过来，那个是就是飞过来，那个是高明俊那个年代才逃过来哈。他不知道是已经搬到台湾来住了还是怎么样。对，而且他跟我同姓哎。哎呦。对啊。哦。他是来把我带回去的吗？对。哎呦，原来那个地方也有姓朱的。当然有啊，不多而已。好，来自缅甸。主建两代的客家本色。好，来弹看啦哈。哎呀，我没有握过缅甸人的手。哎呦，这样子没有握海豚姐的手，这样不对。是。海豚姐，你要抱着。老师。用爱给自信，换以最纯的情。听说你之前唱的客家歌都找之前的一位参赛者学习啊？真的吗？对，谁啊？跟那个陈长军。你为什么会请鬼拿药单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朱景亮，我来自缅甸。接触到客语歌曲是因为说想要学客语，那很荣幸今天可以来到这边来比赛挑战自己，希望大家为我加油。从上过台湾，无半点钱。上梦那天赶上甘甜，我叫错自己思念，不想埋怨。
世世代代就那样勤俭团结，200-300年无改变，今生无天，永远永远。时代在进步，稍微改变，是非善恶充满阴间，风口是给他感应。守护心田，真正朗朗做也更用上个年，就像恩给老祖先，悠悠不梦出中年，千年万年。哎呦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罗大哥好，金姐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罗大哥，我没有握过缅甸人的手，哎呦，这样子没有握海淀姐的手，这样不对，是。金姐，你要抱着，老师。罗大哥也要抱一下。哎，你姓朱的不用了，他有姓罗的了。是，真的吗？那我们住下了一起这样子。对。你本身就是缅甸人吗？本身出生地是在缅甸出生，出生对，出生6个月来到台湾，被抱着飞过来。你看吧，就是逃过来的吧？他被抱着来的哟。没有，我们是合法定居。对，我们是在台湾有拿身份证。拿身份证，对，所以已经算台湾人了。算台湾人。可是在家里都是讲广东话，然后还有缅甸话。缅甸话怎么讲？缅甸话我教你们一句，谢谢，谢谢。接苏顶巴的。什么接苏顶巴的？接苏顶。接苏顶巴的。巴的。对，接苏顶巴的。对，接苏顶巴的。接苏顶巴的。接苏顶巴的。哦，很棒哎！接苏顶巴的。哦，然后还有学起来啊，就是缅甸话的谢谢叫大家好。哦，大家好。阿隆明格拉巴。阿隆明的喇叭。哦，有像，是不是？罗大哥，苏朗姆苏丁，再一次，阿隆明格拉巴，阿隆明格拉巴，哇，很棒。阿龙要先从谐音开始。奇怪，为什么你要谢谢2个字就好了，干嘛还要那么什么？阿龙饼的喇叭。大家好3个字就好了。对啊。其实缅甸跟泰国差不多，因为泰国那边都叮叮咚咚嘛。叮叮咚咚。水当当啊，然后漂亮啊，然后他们都是鼻音嘛。然后我们缅甸那边的话就是。口腔音比较多。那舌头是用在哪个部位用力？这个不好说。你是帮尤少奇老师问的呀？对，我怕大家去缅甸教课的时候需要。老师这样子不好说，这个时间。阿罗敏的喇叭。哦，阿罗敏的喇叭。阿罗明跟喇叭，老师很棒，给老师拍手。哎，老师那就顺便呢，就直接亮灯，不是嘿，直接亮灯。评语，刚刚嘿。因为我们那个你从小是在台湾住的吗？是，所以你不是客家人？不是，怎么会想要学唱客家歌？这很重要了。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学歌的时候，我觉得客家歌曲就让我很动听，就是我听到客家本色的，尤其是罗大哥唱的，对，我什么时候有唱过？谁爱讲嘛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在 YouTube 上面都是罗大哥的歌，客家本色。哎呦，这首是，而且还有英文字，有英文字幕的。是哦，罗马拼音，真的。然后我就是一点一点这样学的。客语歌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客语歌咬字语音是往下。那因为你刚有10几个发音并不是很标准，那希望在后面有比较好的成绩的时候，可能语音这样比较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对，因为你不是客家人嘛，所以当然这个咬字方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没关系，因为旁边没有客家人，然后就是去请教一些会
讲客家话的一些朋友，然后帮我听一下，然后就越听，然后就原本只有1-2个问题，然后就跑出了10几个问题，就每个人讲的音都不一样，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借由闹热打擂台这边来学习一些客语。好啊，你只要融入了我们，加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，保证你的客家话会很厉害。对。海军姐也要多照顾。但我不会教。我自身难保。好了，是过关了没？还没好，来看一下。老师，请亮灯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罗大哥，谢谢海军姐，谢谢，欢迎你来。好了，那谢谢，我们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开杠可以聊，没问题，好，谢谢。回座休息，谢谢。好来，撒下来。来自美丽斯恰嘎奇带的你头发。来，躺过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谢佳琪。从小我的客家话就是爷爷奶奶教我的。那今天要带来一首《逆头发》，希望电视机前面的爷爷奶奶会喜欢。春天给一头发，一头发。起的是行茶，涂爱老散发，一天跟一头发，一头发，都是跟牛发，啪啪啪啪啪，沙啦啦啦啦，秋天该一头发。沙啦啦啦啦，蓝天盖你头发，看看冲过，涂改转不开。沙啦啦啦啦，秋天盖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不错，哎，赏心悦目的一位参赛者，对呀，而且歌声很甜美，赏心悦目。那你是说罗世祥？没有，那是另外一种的欣赏，不同层面的，嘿，对，不一样，对，对不对？家珍，你现在目前大学生啊？对，太好上，不讲好嘛？是帮忙，张来了。哎，懂标准啊！好，就只会这3句。你在哪里？没有律师哦，所以就群呢就读个联合大学，是不是？好唱歌诶。同校。尤其係唱客家歌。咩同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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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啊比賽因為阿公阿婆嘅關係係嘛？阿別看到講，係見到那年打擂台舞台檔啊。阿公阿媽會看冇？會打招呼一下。嗨。嗨。哦，也好長遠出來了。阿龍明的老爸。用那個緬甸話。對。阿龍明老爸。阿龍明老爸。我別講。我怎麼會變成這樣啊？我。好了，來，這位老師剛剛來看給窗台的時間，哇，你臉帶笑容。正經吼，我大概我都掩藏不住自己的那個喜好吼。我正經喺黨感謝。喜好。對，黨感謝海軍啊，正經搭幾都請到
让我们非常惊艳的线束。对，那吃豆这特地为你找的。哦，谢谢。因为郑雅君拢抓树嘅头发，创了有几个 V 嘅，你咪看到当道参赛者，不管喺马啥创，都有一个米丝。唔讲系铁白糖到了无强嘅米丝，做喺假起创嘅。你喺上吼，喺你下你只时代最流行嘅上。你终于看转播嘅时间，就看你得只梅音啊，还有你得只啲歌词到歌词，音到音连接嘅地方吼，那个是很自然的，那个是假不了的。秋天开你头发，刚刚讲故事不爱他。我希望后尾比赛要保留一个特色，因为你安尼上瘾来唱客家歌，其实本来你当到不管係傳統，也係講流行客家歌，有無強嘅面勢，農家嘅嘛啥？彈吉他那個馬莎家珍有冇強用咯？有冇強用？你用啥來上？強用的地方就是有那個默默的吸引力跟那個穿透力，我覺得是非常厲害的。可能因為佢俾人踢敗企到啲舞台當杯，你傾聽人緊張，傾聽人有點不安，唔過其他部分喺做得輕分數嘅方面要分100分。記得你講嘅保留自己嘅特色，後尾慢慢的來調整，好冇？我希望啲喺舞台看到冇強用嘅假期出現。加油！好，看你看住，看乜高管冇咧？係，老師請亮燈。謝謝。恭喜佳琪啊！我們後面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聊，好不好？啊，恭喜你回週休息。我來殺下來呢。來自台中市黃天凡帶來煙花中唔見上嘅一送一。好，來唱啦！大家好，我叫黃定宏。我今天要演唱的是尤兆琪老師的《願化作你肩上的一雙翼》。我這次準備了非常久，希望大家會喜歡，謝謝。好久不见。这唱歌也是很有情感哦，很有特色。对，听说你之前学呀客家歌的，你不是客家人嘛？哈，对，不是客家人。听说你之前唱的客家歌都找之前的一位参赛者学习哦。真的吗？对，谁啊？跟那个陈长君。对。你为什么会请鬼拿药单呢？哦，没有啊，他本身唱歌。就是非常有实力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当然就是去请教会那个唱客家歌的人来教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今天唱的觉得好不好？我是觉得还可以再加强啊，还可以再加强。我们问老师看看，好不好？国立老师，
唱歌，如果你问我黄定宏这个人唱歌动人吗？我说动人，很动人，因为你的感情输出来的那个能量很够，你的感情很够。但是你问我黄定宏唱歌好听吗？我说还好。你知道这中间差别吗？你的感情，因为你输出的感情很够，所以你唱歌很动人。可是你唱歌的音准一直在飘，基本功没有做好。我们唱歌的3个基本功，一个音准，一个节拍，跟咬字，这3个基本功你要做好了，你才可以往更精致的地方去做，去处理，这样叫做完美的演出哈，演唱。那你的音准一直都在飘，我觉得可能是你练习不够，我觉得啦。那你如果把音准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回去转播的时候，你看一下，尤其最后一句“张温武一爽雅个心”，哇，那真的整个飘得很厉害啊！关爱戆戆词不答应，张为无意，爽雅个心。可是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机会，是因为我们知道，可能某种其他因素，你紧张啊，或是第一次上来舞台啊之类的，你没有把今天你最好的实力发挥出来。我们要看你以后的黄定宏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音准，目前我们听到你最大问题是音准，要把你这个音准的这个问题克服了，你后面就会越走越好。好，记住我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黄定宏加油！好，黄力宏。黄定宏，黄定宏，好啦，来，快叫歌管嘛，来。好，老师请亮灯。好，夏老师。好，恭喜啊，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回座休息。好，下来。来自台北市王淑兰带来《爱黑你给您》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素兰，我不是客家人哦，但是我的先生爱唱客家歌，爱唱歌的我也就跟着一起唱了。希望今天我们可以一起过关哦。金子孙本意，表示爱心意。今生就你莫爱撇三年，梦里出爱做你归。金子带数字，但能挂在心。相逢多难事，一心为你等下去。谢谢。嘿，哥，少兰，美女，你好。哎，看到你就要唱一首歌哈。哎呀，很多朋友应该是这样少兰要出给呀。哎呀，一个少兰要出家啦，要出。无讲哈，赶快乱啊。乱嘿。那是客家话，是兰呐。兰，嘿啦，对不对？王淑兰，安讲海陆的。哦，淑兰。对，因为我先生是海陆人。哦，所以你本身咩客家人吗？俺妹啊。妹。你好了你。哦，算客家新腔。客家操。安尼厉害呢，客家新腔安尼会唱客家歌。这2年真的有在学，可是就是因为又爱唱歌嘛，对，那唱歌几乎都是视线的，对，所以就在那边打架。讲到后来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讲海陆还是讲视线。对，这所以说起来有点不太公平。对啊，那海丰人怎么办？就像要唱那个《三台跳空》一样，有冇？对。为什么一定要唱这个视线的？西安吼。对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如果像《三台跳》啊，或者是像流行歌曲，你如果唱那个海陆的唱的标准的话，就很不会比视线的
对。所以现在到底要唱海陆还是我四线？听说海陆人会唱的话是非常好听哎。对呀，哦，对呀，就是海陆的歌型，如果唱得好的话，好听的。流行歌也是一样，这个传统歌也是一样。是。但你刚唱的也很好听啊。谢谢。真的好，那我们听老师来讲评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素兰姐你好。刚刚听你唱一个字唱错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客家人。你的爱黑雅给拧。因为你发的是拧，所以拧 ，OK， 对，好，然后中了呀，整个唱歌的一个过程哈，其实你今天唱歌技巧还不错，技巧还不错哈，知道亚叔哥问你也选得很好，还蛮适合你唱的，那只是说可能你发身体的位置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，所以。因为你的重心太高了，所以显得你的中气有点不足，所以你的高音会上不去。从头给开麦机的爱黑牙给你的时间，你就会上不去了。金子带数字，等能挂在心，却不记得爱黑你给你。所以说在这里面呢，会出现比较多的瑕疵之外，后来吃到金币其实表现的还。整体上面来讲，我觉得你又唱歌又很自然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错。谢谢。那就是可能要注意到，其实是我们的重心，你可能在重心的调整上面都在腰部以上，所以在发身体都靠上半部在动作，所以我会希望你降下来。好，降下来。你是说我都是用上面哦？对，你可能都一直维持在上半部，你的重心一直降不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两个狗音会上不去，会上不去。OK， 哈，行吗？好，来看有歌管我来。老师，请亮灯。好。行。恭喜你！感谢，真的感谢。好，来合作休息哈。好嘞。下一位来，系琼玉来自台北市，强美总带来情歌春欣赏。来，弹好了。高山了两条漫山。你系四川比四川啦哦，系啊，四川比的时间有，多到两公婆。两公婆穷下来。哇，跟两个巧好来哦。他太太已经有说六亲不认了。我真的啊。良心埋头难。跟你多年冇来。是年咩唔对啊？7年了。哦，5年7年啦，1年。老的问题，我看老的啦。大家好，我按照姜为主吼，今尾我会唱的歌按照情歌传心声吼，因为我的讲会得强的吼。所以了摆我起来唱了首歌的时阵，在片面方面我要注意了吼，注意个希望吼，心脏吼通到按照我个要改进吼，大家那么加油，新闻大家。心上，充满心爱的人来谈，思念你的形影，怀念你的歌声，心爱的甘油糖，糖到爱的心上。情歌传心声。
哎，龚先生你好，朱小姐你好，你好，两位见面了哈，见面，哦，之前又来過，又來過嘅，又來過，參加到 PK 就本 PK 掉，哦，本 PK 掉了，多年前。他們都1年半嘅，1年半前前，哦，啊，你當拳啊，哦，哎呀，阿姨早嚟變啊，嚟就錯，要叫我當歡喜禮拜，老爺大隊退就冇眼機會啊，好從各位，當歡喜應該就當緊張，你係師聰飛師聰啦，哦，係啊，阿姨師聰飛嘅時間要讀到兩公婆，兩公婆窮下來，哎呦，所以嫁緊日本人啊，係錯緊日本人，哦，兩公婆啊，係兩公婆，素蘭被出境，所以就是給有引導，哇，跟兩個巧合來哦，係啊，對，他太太已經有說六親不認了，哦，真的哈，哦，好吧，比賽為主，對。這個舞台如戰場啊，哎，就跟他拼了哈。好自為之，還是祝福你幸福。好，來尤老師，姜太哥哈，我有發現哦，你中國有個人那個風格哈，第一照就講哇，那個表情各方面穩定度當好，但是我們還後面你那個聲音是本身就是喉音很重，也講有很多。可能本人是安陽的嗓哈，因為那個黑白抖音給片哈，就嗓會有一點撕裂哈，但是你抖音很順哈，但是沒一直是有撕裂，是每一個字都有撕裂。因為你整個穩定度都很夠哈，笑容冇然後。哦，對，因為你選這種歌，其實你有帶那個律動哈。其實我希望你後面有選可以類似愛人歌，可以多選幾首，你分數適當會比較高，但多帶一點笑容哈。因為你那個穩定度很不錯，而且很有在畫面上可以有懂有氣質，還有最後一點之後，在尾音的部分會團體，跟氣會團體，所以你要想辦法把它拉。還勻稱一點，我們在平常的耳機裡面，每一個字都斷音呢。哦，這就是嗓音的關係啦，喉音的關係，所以要特別注意，會影響到分數。哎，好嘛，好，加油！好，什麼選擇？來，康橋嗰個來。老師請亮燈。好。什麼選擇？恭喜！恭喜！來，恭喜哈！哎呀，先在畢業當好醜，恭喜你啊！按這。好嘞，傳統主天一禮拜開線哈，嚟，好，今日嚟談一下呢，潛水朋友衝下過了冇得，禮拜呀，好。好嘞，比賽之前繼續評審欣賞嚟。車橋嘅欣賞，李秋霞欣賞，林正英欣賞，曾明珠欣賞。禮拜有請到車橋嘅欣賞講一下規則。好啊，所有鄉親大家好。首先呢，來恭喜佢哋來到現場嘅鄉親啊。經過了先收費哈，正式進入老熱大擂台嘅比賽。在今日比賽呢，輕鬆嘅話哈，一天要記得一啲牛絲哈，一啲拌料就嘅節拍哈，還有韻味要同佢做出來。當然輕鬆嘅話嘛，呢歌詞一天來配熟哦。相信你將好好來唱嘅話，一天我來過關哈，大家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係，對，大家都加油哈。但今日較輕鬆創作啦，因為欣賞哦，啲下開線嘅部分較冇按嚴格。好，所以。那個時候莫唱離譜嘅話，應該就冇問題。所以叫拉拉嘅好。叫現在拉，可能用拉啦。好啦 ，TVB 潮水朋友。來自桃園中啦，邱元福帶來3個字。來談啦哈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阿福爸。已經5年來冇轉來啲客家電視咧，呢一擺轉來唱山歌，希望大家各位觀眾攏係支持，攏係加油。加了門那花，愛發了揚那。
希望流强那年月都出了窗那。传承了旧那强啊，18条跳那，四季了八那，借了云流了苍那。嘿，阿福哥，又见面了哈，一多年嘞，一多年冇來，我吃了7、8年用的。咁樣叫冇啦，冇人叫啦，一隻碰是來過冇？是來過啊，哎，冇人叫。要來過100。要來過100，當4年啲。4年主持嘅節目叫嘅。哎呦。有4年5年有冇？有5年嗎？5年了呀。我有5年嗎？還沒吧？真的啊？我才1年而已吧。1年。有啦，吃了1久了，至少4年的時間哦。係啊。學長，他是你們的不一定哦。老阿伯嘅，不一定哦。學長哈。啊，你今日有一個爸比參賽朋友，其實還有其中有1-2位來過嘅時間唔會比人較嘅呢哦。有啊。係啊，真的哦。當然覺得可能是有冇。客家文化做發揚出一樣嘅。係啊。國泰㗎呢啲啊。個麥克風咪千號廠。開玩笑。要研究麥克風嘅咩？提到考到連研究麥克風嘅。你攞唔可以唱到麥克風冇好唱嘅。冇好唱。冇好唱啊。聽講掉嘅咩？係啊。哦，一坑羊羔。誒，排泄啊，一很多笑啊，笑啊，一記咗20人萬啊。係啊。嗱叫嘅，嗱叫嘅。你攞唔可以唱一件2錢嘅樣嘅，嗰個樣係邊啊？你話啫。啊。我唔可以唱200。哦，嗱叫嘅，拿好來，拿好來。好嘅麥克風都好唱啊！哦，嚟談一下呢。謝老師。係。好，阿福哥哈，其實啊，你應該也係算攞獎嘅啦哈。幾年前你的比賽時間還做過評審，也主動呀，也甚至在比賽也參加很容易比賽，所以你比賽經驗挺多嘞。應該唱歌嘅部分啊，哈，冇乜問題啦。但是你要注意點。按平常唱山歌，給冇人評的時間，隨便唱乜嘢人都做得。但是來到呀比賽時間，你注意客家一個家係二聲，客家了冇客家了變家。客家了文那花，也係你咬師要注意嘅部分，還有哈一個。前面嘅句四季八節，四季了八那節啦，唔係講四季了來八那，佢變八嘅，唔係八係八節啊！所以啊，我講過嘅，唔唱冇乜問題啊，就係唔是講咬師，以後一定要注意，也可能對你以後再繼續比賽，也個分數會差錢多，再加油啊！加油！哦，安尼唔掂個高管冇啊？哦，嚟看一下啊！哎，老師請亮燈。恭喜啊！棒棒，高管冇問題。哦，下次還可以繼續衝。下次係一記得盡量用啦，哈。好，謝謝。那所有參賽朋友，迄個是想我唱到暗好嘅麥克風，嗰種認真嚟唱下咧。哦，會啦，哈。啥來呢？來自桃園用梅用教員帶來評判。嚟聽下啦嚇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楊教員，我哋一班來老年大擂台比賽，不看人含唔低，
还希望能够过关。汉语之类的世界，武汉人可以平安来，让我加油。容易做事业哈。给运气耶。上摆有来过嘛哈？哦，清久了。清久的哈。比个阿福哥。较久。较久。哎呦，学姐啊，干忙了。干忙了，系个安息。对，干忙安息。佢5年冇来，跟你多年冇来。是年，咩唔对话7年啦。 7年了。哦，5年7年啦，5年。 哦，加有忙喺度呀。哦，也係阿娟呢，阿娟呢。上個阿爺嚟嘅嚟後生嘅。哎呀，對呀。哎呀。前輩啊。攞嘅問題啦，問下攞呢啦。要加衣幕，要加衣幕。有。親獎，小翠。哎呦，我在看《蘭陵王》哎，影迷哎，快点帮我演大爱，快点安排一个小翠让我演。你到底是蘭陵王還是什麼？不是啊，哦，蘭陵王。蘭陵王里面端茶。小翠。有一天終於要扶正，結果結束。有看哦，有。按底下愛哦。 看得出來啊！一大班古裝了，你看得出來。親家演都好嘛，演都好。好呀。好來，唐先生嚟講邊啊？好來。邱海先生，但是唱歌嘅時候很強烈啊，硬人嘅嗬。阿鳳老會叫佢帶老幾搞幾弄佢笑面來。我相信唱歌嘅時候，佢就會表現會較好。唔過唔到比賽嘅時候，同你當緊張，哦，所以唔到平常時實力就冇拿出來嘛。 人家因為你冇拿出來，所以你唱歌時以後呢就會卡，嚇，冇講完全冇失貼吧，嚇，請大聲嚇緊張，舌後殘水兩心頭，兩心愛，就很硬嘅樣，做家己隻裝飾音，哦，轉潤加落去就把我彈，嚇。 還有唱跳山歌，唔係唱跳，唱跳了，跳唔好跳。唱跳了山歌啊！哦，你發現咩就是，還有山歌嘅時候，你感覺你多數會多數就會。 清慘嘅時間咪強浪嚇，記得聲音盡量發揮出來，因為人家冇發揮出來，所以你都係後面在卡呢度嘅，冇驚。你發揮出來嘅時候，高音、大音、重音，嚇，讓吐，唔好強啦，注意，按幾首歌韻味做出來，就會俾人嚇去欣賞，希望人下邊能夠加油。好，哈比
什么？啊，你这看今有过关无？好，哎呦，来，老师请亮灯。3只灯呢，过关。 3个灯呢，冇问题，哎呀，有哦，嘿，继续加油，好，后背再变了嘞，哈，按这些，按这些，哈。恭送夫人。你有看眼睛，对不对？好来撒下来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压个厉害的。哦，来自高雄爱嘅故乡闽南刘云里带来罗山歌。好，来弹啦。好好唱哦。冲山流过。 山歌迄段蛮热学嘅啊，傅山雄先生，做個山歌班，啊我要停去學樂器啦，啊寶妹做學校無限，家間自家唱啦，見唱是見有味啊。山歌見唱見有味。講迄林展宇先生，我睇演唱演好上，我其實是。我只跟你講，因為其實是。喊變變叫咧，開玩笑咧。 太胖了，所以我在减肥。你这样子太胖，我一天吃1餐啊，然后热量不够。李秋霞老师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高啊，他有他的魅力呀。大家好，我叫無見面年哦，我以前經驗年代退休喺鬼面咯。 今年再度回來紐約大擂台歌唱比賽，希望大家同我加油，感謝。校園圖書。 又是山歌，要唱啊，新春嘞，客家话。 謝謝西哥，阿里巴好，阿里巴好，謝謝。你好，閩南人啊，闽南人，哎，腔閩南人，闽南的故鄉啊，哎呀，有壽司冇闽南？闽南，哎呀，冇壽司呢，冇壽司，有名糖過太名啊，哦，有糖過太名。啊，你闽南就一條街的咩？冇啦，好多產業道路真的嗎？哦，闽南鎮哦，闽南市有闽南企業，呀，闽南企業啊，高雄市誒，但是頭擺喺闽南鎮嘛，鎮，哦，你說人口喺度哦，千多年哦，而家加嗰少年咧。 春到石頭路，春到老人家。走槍槍啊，槍也中嘅，怎麼走槍槍？冇啦，我係嫁出來啦。嫁出來。啊，也想退休轉移。也上來台北
19年的啊，19年，19年，我转来也退休嘞，退休啊，真的哟，啊，刚讲我爱卢卡隔壁还有咧1块田，你可以买呀，好些希望，刚才做你的邻居。啊，你没走的啦，走的，也個富強嘅動法啊，有啲。你去講盧卡哦？我也個富強咧要甘蔗人啊，個富強咧嘅要。你用點解來呀？點解？那有兩個現在探糖啊，你都啲啊，你。我冇愛試試嘅呢。我樣啦，一熟悉呐，做一行啦。熟悉。哎呀，有很專業啊，做嘅隔壁鄰舍啦。哎呀，謝謝啦，好，好，啊，今日創到樣板呢，唐先生講老師，親不親故鄉人。謝謝。啊，開卷啊，讀到啊，有你個啊。謝謝。誒，你看啦，特別親切咯。感謝感謝。誒，對嘛，親切啦，做冇？誒，共當講嚇，因為你講有個聲音嚇，非常嘅爆，非常嘅焦。但是有人唱歌嘅啊嚇，比如我唱兩下拉出去，發聲出去個一曉得樹音，結果後音啊當重，後音嚇，但硬嘅個好音嚇，得當重，到樹音迄個時。莫家嘅強弱嘅源頭，韓國咧牛絲當重要嚇，比如講母音然後子音嘅，啊，你像嘅又是山歌，要愛唱啦，愛有個愛留嘅意啊，冇發出嚟邊，要愛唱啦，即係變到吟潮，客家話講啦，口齒不清啦，嚇。又是山歌，要唱啊！所以當初衷咁樣咧唱強，但是咧唱歌也是初衷去嘅嚇，唔知為留嘅副列鐵嘅一樣嘅，田邊鐵一樣去唱去，嚇，喺呢邊咧也係要高管啊嚇。注意到嘅啦。好，先生，謝謝。哦，林正英先生，我70歲有個山海暗河，好，沒70歲。哦。山海暗河。來，快給我高管嘛。好，老師請亮燈。好彩，誒，人美容也有高管。伊即個公安紅，剛才亮紅燈。紅燈是代表淘汰，不是熱情哦。沒有，咱講嚇，唔好講特殊講，太監要出去綠燈咯嚇，故意要咩愛來缺點講，比如進步啊。哦，你主要係按樣。高家仔有高管。我比點樣警惕。哇，佢叫咗媽嚟。我來講。俺家冇安尼權利啦，對吧？全部靠先生。好了，好，謝謝。什麼？恭喜高管，謝謝，好，謝謝。好了，真別當錯。撒下來係乜嘢呢？撒下來來自新竹新埔廖中發帶來平板。來談過啦嚇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廖聰發，我係後長山歌，今日非常歡喜來參加啲鬧熱大擂台，希望能夠帶同啲後長山歌嘅朋友來參加啲鬧熱大擂台，希望今日能夠順利通過，希望大家。留下了是那天啦，冲散了歌啦，客家了腔那口，容颜了。
阿发哥你好哈，主持人、脾气先生，大家好。又见面啦哈，哎呀，要讲讲反杂症来朋友啦。係啊，青蒿冲山歌啦，有啦，係。青蒿冲，冲山歌就演唱會快樂啦。啊，對呀，唱歌嘅就會快樂啦嚇，我聽過唱山歌，唱歌都快樂，唱山歌行得快樂。有啦。我一般冇按緊張嘅哦嗬。要進步嚟啦。時裝畢業時就當緊張啊。嚇，上班就先緊張啊。哦，上班了，還有影響冇？新冠不北漂啊。一般還好。你山歌係同乜嘢學嘅呀？山歌。哎呀。最開始嘅時間，個後生嘅時間，個外婆娘其實是聽個把個新婦個傅山雄先生，做個山歌班，我要停去學樂器啦。啊，寶妹做些口磨汗，家間自家唱啦。啊，對啊，他家做嘅啊。見唱是見有味啊。哦，山歌見唱見有味。唔講嘅林展宇先生，我睇演唱演後生，我70歲應該。我只跟你講，因為70歲。喊乒乓球咧，開玩笑咧，你啊，記者講嘅啊。加一槍乒乓球啊，一槍。旁邊咧入邊。真民主先生。咩叫老公咩乒乓球嘅？廣東係老公去，嚇。民主先生。我有我啲咩報紙都當好啊。因為要通識啊，識榜樣咩嚟識嘅咩？叫老公真係識，真係十分識。讓人殺套榜樣全部嚟識嘅，咩套嚟打嘅，嗬。聰發先生，其實要參加青島市呢啲農業大擂台嘅比賽嗬，然後青島擺嘅經驗咧嗬，上潤做到青獎。啊，最重要嘅係你本身自家係4年人啊，去6年咯。去6年啦。哦，去6年啦，哦，難怪係。聽你唱歌歌詞嘅時間是為要嘅樣嘅，去6強當唱啦，嗬。其實我哋人唔係講為到你一隻方向來讓你求婚，只是講提醒你一下，係咪要唱歌嘅注意，嗬。有限了，有嘛嗬？個呀，沒有，嗬係有限，嗬。再來咧，客家人。你客家人喎，係啊，我就係客家人，是乜嘢？但係為客家人啲唔係客家，嗬，係以上嘅，唔係三上嘅，嗬，我注意啊，我唔說新婦客家人，嗬，唔係講我新婦客家人，學嘅冇樣人嚟款，嗬，再來好過年嘅冇好過，嗬，好過年嘅熱神落嘅熱。好，輕重要，我嘅去6強檔會唱到熱。好過了年那嘅呀，一生流落啦。哦，所以冇強嚴啦，嗬，我注意啲咬字嘅方面，再過來加強下，唱歌先生都冇相干。我知咋？嗬，你話任何一隻，任何一隻先生，而做得唱歌幾個，先生，我哋一隻死咬字出嚟有點問題，做得落嚟嗬，指頭下冇，你冇相干，冇要緊嘅，大家是親輕。哦，容易嚟指點一下，係按是咪進步嚟嘛？嗬，好。揸局嚟加油哦！好，謝謝。好，安尼你看有冇高管冇啊？來。好，老師請亮燈。謝謝。冇問題。好棒棒。謝謝。哦，高管哈，下一拜再來聊哈。好，謝謝。謝謝在邊度坐？不用咖啡氣。用辦公。高管嚟啊！哦，嘅太太又聽嚟就係啊，好嚟殺下嚟。來自新竹戶口莊小涵帶來評判。嚟聽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莊小涵。雖然我係河洛人，但是呢，我要學客家話、客家歌，批敗來比賽。簽唔好就係嘟感冒，但是我會盡量來比賽。然後呢？希望有好嘅成績，也希望呢個客家前輩老師多多人嘅批評指教，使我大家按自信。
涵。对不起。哎呦，哇，感冒很久啦。我上礼拜来来来五就躺了3天，急诊躺了3天，真的然后就病到现在。那医生怎么说？会好吗？因为我太胖了，所以我在减肥。你这样子太胖，我一天吃1餐啊，然后热量不李秋够。霞老师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高啊，他有他的魅力呀。你拍什么手啊？我人又矮呀，腿又短，人好多人讲的人下脚底直线跟他嘎累的。你没有看到我们秋霞老师的腿，你怎么知道他多长？我刚才休息室就有欣赏过了，他的腿真的很漂亮。他的腿真的漂亮，他的腿很漂亮，很修长，不会像我这样不对的对对啊。不会啦，不会就是啦。这样子。对呀，哎，你是不是有演歌仔戏还是？没有啊，听一只啉鬼啦，啉鬼啦，很有趣耶。听一杯啉鬼啦，亲有带有笑感啊。真的效果真好，哎，真好。没有啊，不偏的哦，不都真紧哎呦，我们讲哈，你早说嘛！你来，来了，我们个资料当然写好咯，好咯，你要讲的。那个歌词啊，就有想啊，水莲好咯，人水莲，没客家人啊。厉害啦！但是吼，我哦，三哥讲真紧的啊，踢败比赛啦，边看哪里啦，好高好高的。哎呦，刚好碰到你感冒了吼。对啊。你刚才边的冲出来啊，啊，就阮先生讲冲到好呀，唔好。哎，了多爱唱，是为该欣赏，太一家自高。好，来掐欣赏好了哈。好，庄小姐吼，其实吼，从你加创也个平板，体检你出院的时间，也个总期相当少，也坦白讲，总期啊。相当少，可以马上就虽然讲基本年小个会出来也讲感冒，但是冇影响到。尤其呢，你基本创一日平板的药面吼，在一般3个月来讲，青少年会去用方法。最主要呢，你要运用，你要用到高盐的部分，也个丹田创得清好。大盐部分呢，你有办法做到按大盐来，变那个高大盐当明显的3个，啊，表示讲也个英语当法。喺白我相信唔係要簽到好嘅3個，我哋呈現本嘅向前。但是就唯一定要注意咬絲，嚇，因為冇比賽都攞把水彩裝冇相干，都呀，攞一大擂台地圖，所有嘅絲會打出來，人家一定要看，而咬嘅絲有髒冇，嚇，就會也注重一點。所以我講過，你創冇問題，個院大院你就有辦法同你創出來。但是呢，就一啲咬絲一定要注意，尤其。一多面學，一定高數嘅引來引強嘛，嗬，自家就要注意嗬，再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什麼感謝啊？謝謝老師。有高管喎，哈，老師請亮燈。哎呦，哦。哦，3顆。哎呀，有了。高管。對，你要保重身體哈。謝謝，感謝大家。好嚟，再感謝，謝謝。哦，一啉滾水。哦，夾個厲害，夾個厲害，哦。哎，平平鬼難用做哈。咩？嘿。哦，沒有哦。啊？冇啦，沒有啦。一個真還有用到鬼難。上下的來自桃園中的用鬼難帶來羅山歌，用鬼難哦。哎，奇怪，用起着用我邊頭哦。你最近做乜嘅？特別滿口檳榔嘴啊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楊桂蘭。身為一個客家人，會唱山歌係一個驕傲的事情。我希望呢個文化做得一直傳下去。希望大家能夠加油，希望大家。摘茶愛摘。
无扎啊，手落了你那。三日无看，千个面一生泪。接啦，手酸了你那。两位主持人好，又见面了，哎，又见面，平归兰吼，莫够用。一个相啉，一个相拥，哦，相拥就比较温和一点，哦，较有气质的呢，哈。对对对，还是刚刚反差太大。哦，刚刚那个跟那个韩哈，小韩，小的含笑，哎呀，我感觉讲，哎呦，从林桂兰偏偏聪明的，我当衰嘛。冇啦。冇了，观念有观念的个呢。这个正给吗？对对对。你心里面这么想吗？哎，对啊，每个人不一样啊。那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很好啊，他的人生我觉得他是很快乐的，轻快乐的啦。哦，对对对，人生轻快乐。所以林桂兰也真的懂有名哦，大家都说自己啊。很有名呢。嘿呀。对。你不想看到他也没有办法，他一直搞会 po，FB 会 po， 对 FB。吼，一冲吼，唔得起的嘛个铁缝吼，你冲成个对冇？你垃圾哦吼，就空的收音机空的在那旁边，啊你自拍呢，我真是服了他哎。哦。对，自我行销。我啲个喜度方有嘛？演咧吼，头两只不用嘛，吼啊太不用，你不用冇办法转移不卡，一定啊 FB 留言，哎呦看了你。演戏好可怜，还哭哦！你没地方住，来我家住。哎呦，哦，很热情，对，他很热情，非常热情，朋友嘛亲得亲。系啊系啊，係今日充分樣板咧，喺唐先生嚟講片啊嚟嚇。好，邱霞老師。好，楊桂蘭和林桂蘭確實冇共用嘅，哦，兩隻戲就冇共啊。林桂蘭真係千定嘅寫嘅菜咧，你孬嘅大擂台哈，必須以來，就阿鳳老開嘅那個封一個清河客家面膜，結果佢哋啊市場，誒，佢哋啊市場賣出清河用咧，大家看到客家面膜會鬆鬆嘅嘢，乜嘅東西啊，真嘅當呵。睇講佢啲嗰啲賣出嘅時節，即刻喇叭帶的呢。打。而且一定要这首，就這樣啦哈。佢阿鳳講嘅嘛個，你演戲嘅嘛個冇好好帶哦，你啷個講過？哦，真的啊？哎，有人這樣講。哎，那是正經的哎。真經，哦，他當真哈。真的，真好嘅人哈。楊桂蘭有人哈，你飲食以後，佢咩你潤腳嘅做得以後啊，你講羅神國自由演唱嘛，哦，所以你。往呢方面啊，做得以後，唔過記得摘茶，冇摘茶，摘茶。摘茶愛摘。梁老師哈，還有你肉料理，本來聽你講是我當講你唱話肉料理，誒。你唱了肉料理唱個，因為濕晒要叫啥，我唱了肉料理哦，我落起咧，我唱肉料理，人家特別人追咧就是我唱唱，唔過你肉料理了你天天唱嘅，所以你才後輩熟人嘅時候，你不感覺你多少機會不足啊？
日神唔係日神。哦。日神。日神。你日吼，今日按多必須到，連上這些必須當多年什麼日2、3、4係日係開六，人哋客家詩人講日2、3、4。日神。日神。哦。啊，冇日啊，還有空量選料理咧，後邊空量咧數學咩所在，希望你加就好。你上日咩表情啊方面各方面做得以後啊，希望下回能夠更加好嘅成績出來，加油！好，沈文先生。啊，來看你們過關冇來。老師，請亮燈。沈文先生，謝謝。謝謝。走了你咯。我本來就同恭喜啊嚟，安尼對嘛？哎，這個咧。不是恭喜。是。好嘞，接下來呢？我們的好朋友哦，雷之行就是永利帶來。我們哦，沒有你哦。只有我嗎？我哪有？怎麼辦？原本是你先認識的哎。你認識嗎？good fight 哎，帶來平板。大家好，我係楊麗儀，當歡喜做得進來鬧熱大擂台，第一擺嚟挑戰3大條位哦。希望我係3個做得唱得比流行歌還好，希望大家多多讓我支持，撈鼓勵聲門。也朋友啊。你先说是的。用爱用难得的轻浮。他说你轻浮哎。轻浮。嘿。不够稳重哦。不是，他刚好在帮我。难得改轻浮。在帮我打歌。打歌啊，在帮我又打剧名。难得哈。同一啲好嘅朋友，冇宣言啊。哎用做燈哦，係咪冇來咧？咦，他現在在試鏡呢，他想要當你第4個老婆。哎呦，我不要，我這個可以哦。我沒有吃那麼差。哎，我覺得他變了。有變呢。我也覺得他怪怪的。因為你家變得太有氣質了，奇怪。係啊。咁啊呢？我有咩啉貴啦？哦，冇咁啱啦。林貴然。林貴然是幽默。你們旗鼓相當哎。可是你那個瘋癲度是一樣的。我講冇嗌到你瘋癲好啊，鬧熱打擂台瘋起來啦。哦，係哦係哦，學家仔要你來瘋哦。冇買嘢嚟看。係哎。哦，我老一講，除了睇家嘢嚟看，也都評審欣賞以外，也都表演者係企得兩戇戇看埋嘢看。
啊冇，你一問三不知嘛，你講你一佢講一條哈，佢就戇戇啊。嘿，尤其迄你一條坐的戇戇的哈，嘿，哦，樣呢？佢坐10個年了，就係戇戇。啞巴坐較久。哎呀，奇怪，用氣質讓我變頭咯。你最近做乜嘅？頭擺滿口檳榔嘴啊你。喺老講啊啲工體全唔曉得是檳榔啊，唔曉得煙啊，唔曉得酒啊，唔可以來動威呢？係啊，悠揚，係啊，從個大姐頭咁樣。對啊，對啊。不過整身啱唔曉得，哎呦，奇怪。哦，你曉得做乜嘅？我曉得存錢，存錢，從山歌，從歌誒，從歌，從歌，從歌。流行族啊，變到變咧傳統族，傳統族又變到做伊流行族，流行族又變到誒。計冇嘢嚟看你啦，因為大把就可能你有生，講係熟面孔，又唔係好看。唔係啦，唔係啦。有啦，係啦。觀眾朋友說，看到熟面孔親切，真的親切。係啊，就比如觀眾朋友做乜要看愛啊對，因為佢親切。因為你親切又帥啊。這個。唔講太假講有樣嘛，有帥嘛，唔看啦。嗱，唔咩講死帥帥哦。哎，今天來的參賽者都有點失控哦。做阿婆嘅。做阿婆呀？做阿婆。要老咧。要老咧。老咧。老了。哎，強烈的其實是這感覺。我有講你其實人家是帥哥呢，講人家肌肉男呢。誒講到楊小姐嚇，可以講下伊有嘅交情啦嚇，因為看到你呢，我就想到頭髮機啊。係什麼係你？講老師哦，你做得幫我唱兩條歌誒，跟林老師的歌啊。誒也唱嘅歌誒嚇，係當做以前寫嘅啦嚇。也成歌嘅咩？因為喺下陣我發行，但是呢。講到老廖的角色，老李文凡啦，也表現到以後，即唔知嗬大捷陣啊，但白字我唔記得，唔咩接拍就係個歌詞唔記得。係哦。啊，伊度連到2擺哦，還是有看哦。忘詞到。流行歌曲做嘅時間咩啊？你嗬，大白字啊。你腦筋冇嘛？咩？原來伊有啊，但是嗬，我一感覺咗下呢度嚇，唔因為有鬧熱大擂台嘅自願啊。所以呢，見面我成長到本太牛嗰個，喲冇窮樣哦，氣質也冇窮樣，唱腔也冇窮樣，啊，進步很多，咬字也好，韻腳也好，啊，但是呢，比賽舞台上唔錯嘅地方，我係一個嚇，比如講嘅太梯，唱到太，唱到耳上，太梯嚇。所以你記得啲啊，有啲會咬字韻腳嘅嚇，但是唔見咩嘢共當講嚇，幾首歌嘅嘅韻腳嘅韻味嘅，一非常嘅好啊！希望咧嚇喺有機會進入嚇加油嚇，尤其係腳韻腳嘅方面嚇，咬字啊嚇。好，安子姐，好，來可以幫我高感冒了。老師請亮燈。謝謝老師，什麼？恭喜哈，很好，恭喜，一致通過。好，盡量同佢大哥嘅啦，哈。誒，安子姐啊。盡量看節目。誒，好啦，撒下來。來自桃園平鎮陳建基。又來啊！1秒鐘3個字。來，彈個啦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陳建基。上次因為忘詞沒有辦法順利進入6強，這次我捲土重來，希望大家會看到我的進步。什麼太假？春我共那葉啊，熱春我劍啊，春劍難攞買啊，春降了葉啊。
头上了是哪件呢？打了一边啊，我来比了上啊，枉费了心呐。什么太嘎？嘿。跟几个客家村里，嘿，有没是？没是在动游行嘛？哦，对啊，那客家文化来讲，咩动孝啊？哦，而且他累积那种动孝，累积舞台经验呐，动于兴起啦，係啦。對流行組從啊都傳統出來，係咪？吼，簡單。這厲害呢！哦，之前流行嗰個組啊，喺度比有比的傳統嘛？哦，傳統有比到一道關。比到。強強愛進入六強，王子哦，王子啦。唔過我後那首歌吼，繼續練去竹東田傳日，帶你去決賽，還得到第2名。哎呦，小跳組，棒！哦，所以你知道哪一較困難？竹東嘅較困難，也變較困難。要不，這個是帶狀，要不正經動困難，國術動作，也係適合所有全國，有全世界人全部來。對，一片。係啊，唔單止客家人，你像河洛人，全部都來過嚟哦。係啊，所以冇人改哦。青島參賽者吼，上個一兩年鬧人大擂台比賽，啊，一開始唔講，伊會提老輩吼，比如講乜個田傳一啦，然後客家流行音樂，哦，你聽的累積他的經驗，哦，準備好的讓來一個比，結果來一比本來信誓旦旦，哎呦，哇，結果冇人容易啊，對啊，真的很欽佩他。我們不是帶狀，我們是塊狀而已，帶狀是那禮拜1到禮拜5，我也希望帶狀啊。老闆，我們也希望。希望帶狀啊！哎呀，所以都難得啦。因為河洛人吼啊，對客家文化很有興趣。哎呀，哦，多謝你哈。哎呀，啊來看一下，談一下欣賞的同明珠老師。好，genki 欣賞好，帥哥。哦。錄音家唱那個，哦，個帥哥啦，係啦吼，然後唔係帥哥，係新歌，專門讓人發新嘅啦，吼。都有曲做有按多年嘅，對啲客家文化講我有興趣，實在冇簡單哦，講本身有學錄音嘅啊。客家西郎。客家西郎係啊，哦，有用心喎，吼。唱按多年嘅，咁我經驗咧，吼。這個都將來唱咧傳統嘅，我看壓力千太，嗬，都係千首時咪都係唱，嗬，一隻詩一隻詩都咬，嗬，其實唔是繃得那麼緊啦，哦，但是唱嘅流行組嘅時間呢，將人呢陳雷客家陳雷嘅讓相唔準唱出來，好好嘅表現應該冇問題嘅樣唱啦，嗬，但嘅咬詩嘅方面啊，一寸鋼音，一寸劍，我話要注意嘅隻劍哦，我哋要避開。一寸那劍啊，其他冇乜問題，唱到千好。哈，慢慢的調整一下，然後唱到下流暢地位，哎樣嘢啊，上分數會拿到更加好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先，好啦，看有過關冇？嗬。好，老師請亮燈。希望先生。很簡單嘅，恭喜也大大恭喜哈！可以，好。好，什麼呢？非常好。好。啊咧，我相信咩很多好唱歌嘅朋友啦，嗬，啊，請一度大家來報名啊，嗬。報名專線0993883988，還有純正天花9227778232。好，等一度來報名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哦，安子生。什麼先生？什麼長西澤，恭喜大家！
什么小跳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，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哈，谢谢你们。啊，同时大家我们记得了，下礼拜同一条时间的时光呢，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向下來，拜拜。